和平安。阮将这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伊出命令医好因，救因脱离死亡。为着耶和华的主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了伊，也愿因献感谢的祭，出欢喜的声，讲起伊的所做。大家平安。咱即马要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马安静心，三脚后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主宰，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拢是你赏赐的恩典。当阮需要温暖的时，你予阮日头；当土地需要收成的时，你赐阮雨水。阮会使伫圣的主日来到圣殿甲主相拄，这就是极大的祝福。阮要学了你的圣名，感谢你的赐福。主啊，阮伫世上有金钱的买血，有私欲的泛滥，冷淡的人情，
无用伫名声地位的追求，犯着罪，得罪了主。世界各国执政者离开主的公义甲怜悯，互人类陷入天灾人祸、甲疫情遍布的末日警告。求主，你来赦免阮陷入深渊高高甜的罪。求主帮助阮敬畏神，坐过阮家己，也坐过敬畏人的关系。求主赐阮单纯善良的信心，欢喜奉献，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彼此相听合一。阮若有愿做的心，就得到感纳。乃是照阮所有的，毋是照阮所无的。这段时间的苦难洗礼虽然可怕，但是主的恩典有够阮用。因为往往阮软弱的时阵，阮的心才会使安静谦卑，独独倚靠基督，领受主的快乐。伫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时阵，求你的疼临到，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互阮刚强壮胆，甲阮百姓心中的惊吓除去。互阮的政府甲医护人员有你的智慧甲快乐，抵抗压力，谦卑做你的仆人，来完成你所赐的医治甲拯救。求主来安慰心内艰苦无助的人。求主你教示阮学习对主你，甲受苦的痛苦，甲提靠的痛靠。若是可以求上帝，互疫情紧紧离开阮；若是这是主你要教示阮的功课，互阮学习谦卑承受的，阮就独安静心成全你至权的旨意。求你替阮有比教义的供应，做智慧的分配。甲宽容，互阮有快乐，饶恕无知犯错的人，毋通互阮陷入干那顾今生的肉体，反倒看轻永外的灵魂，互阮行过死命的幽谷，也无惊遭害。叫阮一直到去见天父时，互主的爱甲善良留伫世上。也求主，互阮相连教会牧长、团契小组诗班甲会友信徒有圣神的感动，替宣教加行一里路，互阮有无推时的勇气，承担每一个人传道宣教的职分。阮要讲，主，阮伫遮求主垂听阮伫神无难成的事，求主做阮的目睭。互阮有够个的信心，做阮头前的光，领阮向前行。求主，互阮有够个的爱心，向厝边伸出手，有和平甲爱。求主使阮有合一的望，深深的倚靠，凡事照着祈祷感谢，主要启示阮，赏赐阮济济得救的灵魂，伫阮的事工中间。今日林正坤牧师传讲的信息，求主来圣化，感动阮的心，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快乐，真做阮宣教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总是无够呀，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
咱即马要三到来启用文第29篇，圣诗后面第44页。启用文29篇是诗篇146篇，我来启大家来用。恁着学罗耶和华，我一生要学罗耶和华。恁袂得倚靠君王，袂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下转去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望受冤家的人。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恁着学耶和华。咱即马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
会众请坐。即马圣歌队要引带咱来俄罗敬拜，因要吟的圣诗是“阮要吟讲主是阮的真光”。在那天使的歌声，水的歌声，拢甲荣耀归予咱的上帝。咱即马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现代中文译本是127页。路加福音17章
11到19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治好10个泰国病人，11节，耶稣伫前往耶路撒冷去的路途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中间的交界，伊入去了一个庄舍的时阵，有10个泰国病人向伊行过来，因远徛伫遐，大声喊讲：“耶稣老师啊，怜悯阮吧！”耶稣看见了，对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恁。”因去的时阵已经清洁了。其中有一个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啊，赶紧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搁拍落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讲，得到医治的有10个人，其他的9个伫倒落呢？为什么敢有这个外邦人等来感谢上帝？因为安尼，耶稣对伊讲：“起来，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你了。”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邀请到林建坤牧师来给咱带来上帝的信息。伊要传讲的信息是：知影感恩的祝福，知影感恩的祝福。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雷牧长，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常常甲咱三合伫地。大先爱感谢咱的蔡主任牧师以及牧养的团队，所有的长老、所有的执事、甲所有的同工，恁的支持甲疼痛，才会当互今仔日通正做大专事工的纪念主日。续接爱大大感谢咱双年教会对大专事工开始到今仔日，恁无止站的支持、帮助甲疼惜。互大专事工会当顺序到今仔日，伫遮我会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敬意，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大大得到兴起。当心头3个来祈祷，至圣至尊至荣光坐伫关关宝座的上帝，愿献就一切阿鲁甲感谢，因为今仔日是主你国我的圣日，愿属伫你的百姓。搁一遍三甲围立伫你的圣殿，伫遮吟诗，伫遮阿鲁，伫遮敬拜。但已经设立你的宝座，通互阮瞻仰你的荣美，也毋甘奈阮即个不妙恬静的心，再甲来领受你家己的话。而你借着你无能的罗卜所讲人有限的话，对着你圣神的感动，通互阮得到骄纵的领受，献就阿鲁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要通过《路加福音》17章11节一直到19节，甲咱来三个思考，知影感恩的祝福。要透过这段圣经分做3部分、3大部分，甲咱三个来思考这个题目。头一项就是这段圣经有甚么款的特色？第二，通过经文的巧切来看《路加福音》对伫泰国人的病得到医好的信息，伊的全貌是甚么款？第三，这段圣经路加17章11到19节，到底咧讲甚么款的信息？头一项，这段圣经的特色是甚么？头一个，这个新约故事伫4福音书中间，伊是独有的。马太、马可、约翰拢无这记载，独独是路加所有的。伊有2个要紧的目的，头一个。就是因望所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人，因通知影安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疼，这是第一个。第二，这位有权柄的耶稣基督，伊对伫望稳的人
有甚物款的要求？这是第二项。第二大项的特色是甚物？伫路加福音整个描写的过程内面，伊有意无意的中间，拢咧强调撒玛利亚的角色。咱通过路加福音第7章，通看见迄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囝已经过身，耶稣互伊得到告活。这个故事发生伫拿因城这个地点，伫加利利的所在，总是以瓦郡伫撒玛利亚边界所在。第10章就更较清楚，讲起好撒玛利亚的故事，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咧记载伫路加第10章，真清楚甲咱讲起，就是好撒玛利亚的人，咧强调撒玛利亚的要紧性。所以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17章11节一直到19节。咧强调撒玛利亚的角色，为什么路加这么强调伊第二个真要紧的特色？就是咧讲起，伫这个非常歧视撒玛利亚人的犹太社会中间，路加安尼做，也毋是咧甲咱提醒，毋通歧视遐个受歧视的撒玛利亚人嘛？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的上帝是公平、公正、公义的上帝，伊关心遐受歧视的人，甲毋是。第三项，路加福音所强调的撒玛利亚的边界，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伫17章11节就安尼讲，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是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所在。安尼耶稣迄个时阵人伫倒？伊伫加利利伫北边的所在。咱知影巴黎书亭的即个地图，咱就看见伊分做3部分：北边是加利利，中部是撒玛利亚，南部是犹太省。所以伫加利利要来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地，爱经过撒玛利亚。咱拢知影，这犹太人歧视撒玛利亚人，所以常常真侪人无爱经过撒玛利亚。伊若要来南部是安怎样咧？伊就经过这个约旦河边啊、约旦的山谷的所在，来到犹太省。但是耶稣无安尼，耶稣直接对加利利的所在，就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边界，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对咱通看见耶稣这个动作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伊关心边缘的人，遐边缘的人，人所歧视、所排斥的迄个边缘的人，因为耶稣伊是边缘人的上帝。第二大项，咱要撒开来思考，对经文的敲测来了解路加福音对伫泰国的人得到医治伊的信息的全貌是甚物款？咱若对圣经淡薄了解，拢知影。路加福音若讲起泰国病的故事，大概有3个所在。头一个就是第4章27节的所在，提起讲，当先知以利沙的时，以色列有侪泰国的，无人得到医治，独独迄个叙利亚外族的乃曼那定。安尼意思是讲，真侪人拢得到泰国，拢无得到医治，敢若一人得到医治，迄个人是外国人，是叙利亚的乃曼将军。我要用这个乃曼将军的故事，甲今仔咱所读圣经得到医好，这个庶民的犹太的撒玛利亚的人来做对比。第二个故事，咱非常熟，是第5章12节伊到16节所讲，有一个泰国人看见到耶稣，马上拍败伫伊的面前，就甲耶稣安尼讲：主，你若肯，我就通得到清气。圣经13节就描写，耶稣就伸手摸伊，哇！这互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伫圣经中间利未记13章、14章的中间，真明显讲起，着泰国病的人着怎样受规矩。迄个界面是非常清楚，袂当挖困伊，因为有传染病，惊，所以迄个时阵
咱看见耶稣，因为听这个太歌的人，听到一个程度满腹的热情，甲听心伫伊的心中，所以就将律法甲放下地，伸手望伊，表示耶稣偌尼听伊。你看无情的听筒流落伫迄个中间，互咱通看见一项代志，乃万将对拄仔咱所看见，10个太过病人。甲这个5章13节来做对比，这是有2项。第一项，咱先来看，乃縵将军，伊是安怎咱会得到医治呢？经过通过历代记录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咱对这个故事拢真熟。这个乃縵写书会得到医治，是有2项真要紧的因素。第一，因为伊听一个卑微外族人的女婢，一个女婢佮外族人，伊竟然相信佮听伊的话，就来到对叙利亚，来到伫撒玛利亚先知以利沙的所在。那无伊就袂来啊，因为谦卑听一个外族的婢女的话，这是头一个因素。第二个，来到伫以利沙的所在，是以利沙拢无见伊哦，就吩咐伊的奴仆甲伊讲：你去约旦河洗1摆。哦，伊就大生气，你看无甲我看一个，就叫我去叫你的奴仆甲我讲，命令我去约旦河洗1摆。那阮叙利亚敢无真济大河，搁较清气，搁较大的河伫迄所在，敢袂当伫遐洗吗？是安怎都爱来到恁约旦河来洗呢？伊就生气，当时无拍算。伊竟然听叹伊下面的人所讲的为伊的部下，甲伊建议讲：假使以利沙若甲你讲偌尼大代志，你减袂为着要医好来做伊吗？可是啊，啊那安尼，干那简单，伫约旦河洗身躯，你减无爱？伊竟然原来谦卑落来，听伊下骹面人的话，对人看见伊是安怎得到医治。若无有谦卑的态度，伊就袂去约旦河洗1摆，敢毋是？但咱看见圣经中间路加17章的所在，甲咱讲起，当这10个太过人求叫耶稣先生，可能话是耶稣讲：恁去互祭司验恁的身躯，因就去就好。你有感觉无？耶稣句话足有权柄哦。耶稣远徛咧，也无甲目着啊，甲伊讲。你去身躯去互祭司验，因就去的时就好。安尼耶稣话是毋是大有权柄吗？我就想起讲，上帝话大有权柄，亲像创世纪第1章所讲的，讲上帝的话讲，爱有光就有光，爱有什么就有什么，爱有动物就有动物。这大权柄的话就展现出来。这款敢毋是？互咱看见，你只要完全相信上帝话，照样来行，就要得到医治嘛。所以咱得到一个真要紧的答案。无论你的身份安怎，无论你的地位、国籍，无论你的财富如何，是悬是低，你只要谦卑的态度，甲专心的倚靠，就会得到医治。第二大项。5章12节到16节所讲迄个故事，咱看见耶稣迄个温柔的双手，换伫伊的身上，甲伊讲：我请你打通清气，伊就清气啊！伫人性下面来看耶稣的作为，就通知伊的温柔是何等的无限，伊的大疼痛是何等的无量啊！咱来看见。17章11节到19节中间所展现的，就是耶稣基督绝对的权柄的大开来，是伊神性的一面所展现出来。对人看见，咱就得到一个真要紧的答案。耶稣基督由无尽的大疼到绝对的权能来施行伊的拯救甲权柄。最后，咱来看这段圣经的信息。到底有甚么？有3项。头一个，耶稣进入所带来改变甲更新；第二，感恩所带来祝福；
第三，如何带来整全的医治呢？头一个，耶稣进入所带来改变甲更新。咱看去圣经中间，伫11节的所在，甲咱讲，耶稣入这个乡下的时阵，马上就10个太过人就对面来迎接耶稣。哇，真恐怖呢！一个入庄啥尔，就这一太过人来耶稣啊，对面就来。咱想看卖，安尼这个乡下敢有啥款的望咧？规庄内一出现就拢全太过人，安尼住伫即庄内的人，若毋是太过，就是关心太过人的亲人、朋友，甲疼因的人，敢毋是咧？啊，有啥物人敢来？即款的庄有啥物款的望？是一个无望的所在，无未来的所在。就是耶稣却主动来，无人邀请耶稣嘛来，因为耶稣要到伫一个需要人的所在。就是当耶稣若来的时阵，整个乡下就拢总得到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医治因10个太过的人，就互整个乡下大震动，就戆影，就改变，就拢无受伤。同款，今仔日，咱若假使认这支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耶稣若就来伫咱的生命中间，耶稣若就来伫咱的家庭的内面。耶稣若真正进入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的教会、咱个人、咱的家庭，敢毋是拢总会改变嘛？因为伊是改变的上帝。假使有耶稣基督主动的听，你若无后叫伊，无求耶稣，无基督伫伊，安尼太着有伊的作为咧。咱看，当这10个人后看见主的时阵。就迎接主来那甲主讲，耶稣先生啊，请你可怜我。请望咱们用真谦卑的态度，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耶稣先生啊，请你可怜我。愿上帝帮助咱，通过安尼，咱也得到医治，得到改变，得到更新。第二项，咱来看感恩所带来祝福。咱在这个故事的中间，迄10个人得到医好的时阵，有一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看见家己已经好，伊就活转头倒转来阿罗上帝，然后跪伫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伊。这2项真要紧的动作是有意义的。头一项，啥是伊活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呢？因为看见家己好去啊。因为伊有听耶稣，耶稣讲：“你将身躯去互这试验，伊就这试方向去。就是当伊方向去的时阵，伊看见家己讲：竟然好去啊！伊无搁真正去找这试，伊就活转头来阿罗上帝。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我得到医好，哇！这敢毋是上帝大作为吗？阿罗上帝比法庭也是官方的认定，我的身躯有清气无清气，敢毋是佫较要紧？”兄弟姊妹，你有发现伊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了。第2项，伊就跪伫拍白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伫遐来感谢耶稣。伊知影这完全拢是耶稣一句话，将身躯去互这试验，去的时就好。所以发现讲，耶稣的话有权柄，安尼伊是甚物人啊？伊毋是普通的人，因为伊的话大有权柄，伊敢毋是就是阮犹太人所期待久几千年来所期待迄位弥赛亚救世主，敢毋是咧？所以就知影伊是上帝，伊就跪伫耶稣基督面前来感谢伊，来感谢伊。咱看见，当伊跪伫耶稣面前感谢伊时，耶稣安怎对伊讲？伊讲起来。做你去，因为你的神有救你，因为你的神有救你。咱会发现，迄10个太过人身躯得到清气，身躯得到医好，总是独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太过的人，伊所得到医好是甚物？圣经耶稣毋是讲你的神已经互你得到清气，毋是安尼讲哦。
是因为你的神有救你。按我即句话讲，伊来感谢耶稣，伊得到医治是什么？是心、心灵交整的医治。拄了亲像圣经中间所提起，伊所得到祝福是什么款的祝福？是伫今生得百倍，伫来生得到永远活。伊所得到的是全人的医治，伊所得到的是未来五望，是永远活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款的祝福，敢毋是你我所期待的吗？所以敬虔的感恩，等于是整全的医治。第三，要安怎来得到这个整全的医治呢？咱看见圣经一再咧讲，10个太古，10个太古的人，犹太人因对数字的观念的中间，整齐的数字就是5、10、15，拢用整套来比的。咱会记得圣经中间，当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俄列咧祈祷的时阵，伊安怎祈祷讲？主啊，甲水中间若有50个义人，你敢要毁灭伊啊？伊讲若有50个，我就无要毁灭。然后45，然后40，然后30、20、10个，你甲看，拢是5个倍数。10个太个人是一个整数，一个整数，是一个合一的意思，整数。但是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我即句话讲，9个是犹太人咯。是安怎样？这个犹太人甲撒玛利亚无互相来往，敢毋是？是安怎会10个太过来结做一个团体呢？佮同声祈祷耶稣呢？为什么？敢若会当一句话来形容，我做同病相怜，敢毋是？这是人性嘛？有人安尼讲。讲伫哪爱大水的时代，真侪动物看到大水要淹来，哇！惊一个，伫咧远悬的所在，伫咧走，伫咧走，伫咧逃，伫咧躲，伫咧闪，哇！跳过来到伫迄个上悬的山，迄个上尖的山顶的所在，哇！内面有好巴西树，佮有土啊，佮有骆驼，哇！真侪动物伫啊，拢客做伙，哇！迄距离拢足近的。但你会发现吼。动物的性拢无共款吼，但迄个时阵吼，大家拢和平相处，无人会食什么人，也无人讲你占到我，还以为无呢。大家拢互相相调，为什么？同病相怜。伫危机的中间，大家拢同坐脚步，这是人性。但是上趣味是什么？当因10个人受医治了后。但是因就分开啊！你看撒玛利亚的人，伊来感谢耶稣，但是另外9个咧，耶稣讲另外迄9个伫倒？是安怎？迄另外9个无搁倒转来？你敢毋是10个甲1个已经拆开吗？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伊搁拆开啊！这嘛是人性啊！为什么咧？因为伊破病的时阵，伊就同病相怜。病若好起的时，搁倒转原地思考啊！佮倒咧原地传统的想法啦，阮就是歧视撒玛利亚人啊，就分开啊，这嘛是人性啊。要安怎得到矫正的医治？只有一个办法啦，什么款的办法？伫耶稣医治的时阵，你就了解这样代志。当阮10个太个人拢做伙受耶稣医治的时阵，是做一遍医治啊。无分开医治啊，无讲犹太人我医治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我另外分开来医治撒玛利亚人，无拢做伙来医治，共时间医治，共地点医治，共整个团体做一遍的医治。因做一遍活头去的时阵，就拢总好去啊。那安尼是毋是应当耶稣的思考来思考？无搁再用家己的思考来思考？有上帝帮助咱，将耶稣的思考成做你我每一个人的思考，敢毋是已经得到耶稣医治，经历了主的恩典吗？求主帮助，互咱用合一的医治这款的体验，
就继续伫圣神的内面行合一的道路，用合一的思考，愿上帝帮助。最后，我要简单做简单的结论。今仔日是大专的时间的纪念主日。我要形容大专时间，敢若亲像耶路撒，亲像以色列的国土，即个巴勒斯坦的土地共一般样。北边是加利利，中部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南部是犹太省。大专时间敢若亲像撒玛利亚咧。因为我常常感觉，伫咱总会的体制内面，你会发现大专时间属伫倒位啊？敢若亲像撒玛利亚呢？人不真重视伊，敢毋是？你讲属伫台北中会、七星中会吼，毋过即马敢若亲像，毋知要安怎样吼？敢若亲像撒玛利亚，伊伫中部所在，但是真趣味哦，你有发现无？加利利就是宣教发展的所在，耶稣开始传道，你是对遮开始。但是伊整个迄个行政中心伫倒位？伫南部犹太省的耶路撒冷。咱台湾真趣味啊！台湾即个岛屿吼，咱的总会伫北部吼，教会吼，满四季吼，大专时间敢若亲像伫中部咧。我安尼形容。咱的大专时间，敢若亲像撒玛利亚伫中部所在，敢若伫中台湾。若台湾每一年选举的时，拢安怎讲？讲吼决战什么所在？中台湾吼选举啊，中部若赢就总赢，你知无？中班啊输吼，规盘拢总输去。所以决战中台湾，大专时间非常要紧，对过去。现在甲将来，我相信伊拢是遮尔要紧，伊会成做咱教会真要紧的栋梁。教会栋梁对来，对大专时间来，大专时间造就最的人才，互教会通用，互教会通得到帮助、提升来荣光上帝。愿上帝赐福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来关心大专的时间，互大专时间会当做更较好、更较水的代志来荣光上帝。互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时间大得兴起，当时嘛读撒迦的祈祷。天顶的上帝献上感谢，愿你亲身愿大家讲话，求主祝福，互大专时间通成做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祝福。也成做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要紧的栋梁，愿你受阮祝福，也祝福阮双年教会得到主你满满恩典，兴起你的圣国，伫逐所在荣耀你的名，感恩谢谢，靠主的名求，阿门。感谢林牧师的勉励。接下来，咱要来请安报告。咱将要请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主任林婉婷牧师来给咱报告。牧师中日同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一届代表学生中心郑同工，各有所有的团队，感谢咱双连教会一直以来对伫大专事工的支持甲关怀。不只是每一年安排纪念主日的时，咱教会也有关心咱学生中心的即个专职工作者的即个基金的即个奉献，非常感谢。也因为安尼支持，互阮旧年会当真顺序来聘2位新的工作者来加入即个团队，继续咱北台湾的即个学生事工的关心。咱长老教会伫咧全台湾总共有8个平地的大专学生中心，所以
咧一开始，即个大专的事工是咧关心咱教会的青年去到外地来读册，关心因伫外口的信仰生活等等的即个生活会当做伙伫学生中心做伙来成长，做伙来培养。旧年是咱中国教会青年团契70周年。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伫咱北部嘛已经第66年啊！伫咧即个中间经历过侪的工作者、侪的学生，侪的安尼前辈的努力到伫现今拄则伫第2场的时阵，我有看到伫咧中间有阮团契的学生，嘛有侪以前是团契的遮个学长学姐。这是做工作者去到每一间教会请安报告的时阵，上欢喜看到的代志。伫咧即个中间，阮看到学生，伊不只是伫咧团契的时阵，真活泼，安尼来参与，也真愿意投入伫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服侍内底。或者是讲，阮去到教会来请安的时阵，会有真侪会友来讲我以前就是伫倒一个大专，倒一个团契来参与，即马伫咧即个教会来服侍，伫咧即个教会来出入，这就是咱一直以来安尼累积起来侪的人才，侪的资源。咱知影校园事工、大专事工，并毋是一时就会当看到结果的。可能因伫毕业了侪年以后，因才会倒来讲因为伫咧学生时代有参与着，或者是讲伫迄个时阵，阮有一群的同伴，会当做伙伫信仰内底做伙来成长，做伙来讨论，做伙来看到教会的侪的状况，会当伫咧中间。做伙来服侍，做伙来跑走，做伙来努力，所以可能伫几年了后，因的伫咧因无共款的位置，无共款的工作伫职场，或者是教会的服侍，教会的即个无共款的身份，甚至讲因是愿意投入伫专职的即个服侍内底，这拢是伫咧几啊年了后才会看会到的即个结果。所以，希望咱会当继续关心伫咧学生事工，无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主日学，这拢是连续的一个教育的事工的关心。也真期待咱会当为着学生中心会同工来带导。拄则其实牧师也有提到，因为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七彩中会甲台北中会两个中会共同关心的一个机构。阮伫这4年以来，其实每一年拢有人事的变动，每一年拢有阮的工作者离开，阁有新的工作者来加入。每一届的人事的变动，对伫团契、对伫学生，其实甚至是对伫阮规个团队，其实拢有侪的影响，因为无共款的人，都爱重新调整咱配合的即个方式。以及伫咧这2年中间，中会有侪的讨论，所以伫咧真侪直接执行的即个行政的部分，也有侪的影响。希望学生中心的同工对伫安尼的变动的中间，会当有更较好势的配合，也会当伫咧安尼的变动中间，会当互学生中心、互遮个团契愈来愈好势。也为着学生中心的团队来祈祷，因为安尼这几年的人事的变动，阮有侪可能是因个人的服侍的即个计划，或者是个人身躯病痛的即个影响，所以一直以来，人常常会有人讲做大专的专国做大专工作者的遮个牧长的身体拢真无好势，因为陪伴学生可能拢到真晚，学生的时间无共款，暗时陪学生，下早开会，常常走来走去，全国的营会等等，所以真侪工作者的身躯身体其实拢真无好势，为着安尼的身灵来祈祷，也希望阮会当有健康勇壮的身体，会当做更较好势的服侍。伫咧这2年。咱也渐渐发现讲，即个少子化的即个影响，其实已经为
国小、国中一直到伫大学啊，咱毋知影有注意到伫去年。有一个报道讲，今年开始其实有40间的大专院校会可能会关门，可能会整并或者是转型。这个影响已经到伫大专的这个场合，所以阮面对着安尼的这个影响，其实也爱开始也一直咧思考讲到底即个学生团体佮有安尼面对遮个学生，因即马因的课业真重，佮有真侪的实习，已经甲以前的大专咱的认知真无共款啊。面对着安尼的状况的时阵，学生团体会当做啥物款的帮赞？无论是因伫生活顶，或者是因伫信用顶面，会当怎样来甲因陪伴？这拢是学生中心不断爱去做的这个改变甲调整，也希望咱会当继续来关心咱的即摆的青年的状况。若是咱有咱有愿意的话，那真欢迎会当做伙加入伫即个学生团体义工的辅导中间，做伙来陪伴遮个青年，因的信仰佮因的生活，做伙来建造。学生中心其实每一年拢真依赖咱的教会纪念主日的奉献。每一年其实咱学生中心有3/4以上，拢是靠募款来的即个来支持学生中心的运作，佮有一部分中会的支持。所以纪念主日其实是占真大部分中心的收入，即个来支持。所以也希望咱会当做伙关心。伫咱的奉献袋仔内底，内面嘛有印即个信用卡的奉献。这是若是会使的话，这是做真做大专事工较稳定的即个固定的收入来源，也希望咱会当做伙来关心。简单的报告以上，多谢。多谢林牧师的报告，愿上帝祝福因的着磨。即马咱要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60首，见若人有忧闷伤悲。圣诗第460首，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
会众请坐。咱即马要来用奉献接续咱的敬拜。会众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阿爸的上帝，你互阮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恩赐甲祝福，阮恩典满满的感谢主。阮即马要献上阮的时间、阮的财情、甲阮的金钱，献做你圣工的路用，请主甘纳用做圣工。阮的献上阮的感恩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会众请坐。即马要来做简单的报告。献开周报第4页，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北区大专事工奉献主日。感谢台湾新学院林正坤牧师代表北区大专学生中心前来第1场到第3场礼拜中正道。以及林婉婷牧师是台北大专中心的主任代表前来嘛，第1场到第3礼拜中的请安甲报告事工，愿上帝赐福中心所做的校园事工，以及大专学生的信仰生活甲实践。集体关怀
本会会友罗斯慧华牧师妈、卢玉斌牧师的妈妈，伫2月7日安后主怀，定伫2月29本礼拜六下晡1点，伫台北灵粮堂的爱林楼3楼大安区和平东路2段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2点，本会会友柯叶庞姊妹及江林娟姊妹婆婆，伫2月16日安后主怀，定伫3月7日后礼拜一下晡1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一个读经的运动，配合今年度读经的进度，读经作业用公报社出版的圣经充满我现代中文译本经文来填充本，每一本3个月，会使用现金80块来买，也是用每日零零兑换的券50点兑换1本。完成每季的作业的，佮交转来会分3张的兑换券来鼓励相关的代志，请李淑芬干事来请问伊吼。掀开周报第6页，装备课程公关福音查经班，因为肺炎疫情，即届课程延后举办，会阁另外阁公布时间吼。嘛请大家注意，洗礼前造就班，为本主日开始，一直拢共有6堂的课吼，请大家注意来关心吼。第7页，双年大学的时间吼。因为肺炎的疫情，本来伫2月25本周日要举行的上大开学吼，礼拜已经要延后伫3月初3举行，但是若阁有其他疫情阁变化吼，有可能会阁延较后面的吼，等开会了吼，然后其他的决定才会阁报告吼，其他咱第9页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来来代祷关心。报告以上，咱即摆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友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遮有林义山甲林伯君2位，好，加行队台中来哈，欢迎，好，欢迎。其他毋知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咱特别感谢咱今日2位林牧师代表台北大专吼，咱搁一遍来拍鼓来说多谢。也请大家继续持续来关心这个台北大专中心的各项事工，咱替因代祷，也伫经济上来因支持，互这事工会当顺利来推展。佮另外就是咱的教会伫最近因为这个肺炎的疫情的问题所以咱有真侪只的团契小组，也是讲一寡例行的聚会拢有延期，也是讲停止。这请大家爱持续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咱特别咱伫这个过渡时期非常时期，牧师要呼吁大家平常时咱就爱互相关心，就是讲咱用电话啦用这个来通讯软体互相来请安关心彼此代祷啦这是咱这个
教会这大家庭会当做的吼，伫这疫情中间。佫另外，咱虽然有一寡聚会暂停吼，但是咱毋通袂记咱逐工的灵修吼。咱教会拢有通过咱的这个每日亮光的这个分享吼，拢有大家备办好这个传播的教材吼，所以请大家当收看这个影片吼。希望讲伫这个非常时期吼，咱共同合作。来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咱也持续为着咱的伫第一线咧防疫的这人员来祈祷，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吼。这时阵牧师要带大家来祈祷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平安。但阮也继续向你求讨，求你赏赐你的恩典、福气伫阮每一人身上，互阮得到你的保守。特别伫即个非常时期、疫情咧传染的过程中间，求主帮助阮会当做好家己的健康管理，互阮会当得到保守。阮特别也为着第一线咧防疫的这人员，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赏赐因有智慧，互因会当做好的方法来保守整个国家得到平安。阮也恳求主你祝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特别，阮将今仔日来的新朋友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甲义山、甲博君三甲之地，保守看顾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因的工作、因的生活拢得到主的看顾。阮也将台北大专中心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使用即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即个机构。透过因推动的逐项事工来荣耀你的性命，也有真侪大专学生、老师拢得到福气。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的身体、阮的心灵拢得到主的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吟上言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上言了，请林牧师来甲咱祝祷，请会众起立。但愿恁大家得到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诚实的相托甲感动，常常甲恁众人三甲伫地，推一粒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灭道谢恩，广受车恳。